后来继续来看南部，最近有一个超夯的景点，就是台南南西的万佛寺，有台湾版的吴哥窟的称号。因为考虑到防疫，先暂时关起来。另外，台南市政府嘛来决议，民众进入的病院必须都要查健保卡来入卡，要确实做到实名制。也有台湾第一乡之称的固定的民俗西港挂香，来宣布讲照常来举办，佮稳准着顶头会当唔免来挂喙罨。庙方讲已经提报这个防疫的计划，予台南市府咯。健保卡这边身份证较紧，保全爱民众甲证件摕出来。摕身份证或者是用健保卡过卡，因为疫情变严重，台南市宣布，民众想要去病院，拢要做实名制登记。为了避免民众直接接触，降低感染的风险，那我们现场的同仁会指引民众自助刷身份证条码或者插健保卡。阿病院嘛伫咧门口做分流，管制人员出入。另外，最近好爽的景点有台湾吴哥窟外号台南南西万佛寺，嘛考虑到防疫，暂时无开放予游客入来。情况有好转之后呢，我们再斟酌适度的开放这样。不过，有台湾第一乡的固定民俗西港挂香，庙方保持3年一摆的挂香历史，就算疫情变硬倒，不过活动伫咧5月初9赶快照举办，大摆活动内底拢有精彩的顶头表演。今年有96庄头、17个宋江镇、白河镇含金狮镇的表演，庙方嘛讲表演的顶头唔免挂喙罨。因为武镇吼，伊本身伊咧训练中间咧，伊若戴口罩吼，比较上会较无方便啦。特别讲，因为伊甲民众分流吼，做一个区隔。庙方讲会做好防疫，现场嘛派人夜班提醒，嘛已经提报防疫计划予台南市府。我们还会跟他进一步跟他沟通，到底如果说他们不戴口罩，他们要拉开这个距离，能够拉到怎么样？那如果他们还是群聚在一起，又不戴口罩，那是肯定开罚的了。大型的宗教盛事，庙方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不过参加的民众一定拢爱挂喙罨，运转的时阵嘛保持安全距离，同时嘛要求顶头做好防疫的安全管理。